各位观众朋友平安，欢迎收看5月18公视台1台的暗新闻。我是柯玉君，咱做回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因为国会改革法条昨调也立委冲突，4个位也有一个民众的抗议。另外，今仔日透早国民党、民众党立委是到太平岛视察。花莲美仑营区再是做管阿摩托工程所传出严格绑起的事件，2个人轻伤，有4个人伤势较严重。国民党甲民众党要拼伫520总统就职进前通过5条国会改革相关法条，昨调也立委冲突烧至到翻点，有立委着伤送病院。落尾因为国民党甲民众党有人数优势，野手表决二读通过总统上提交立法院国情报告的法条。另外，伫立法院4个位也有一个民众的抗议，要求法条要经过实质审理。立法院17对国会改革5法，国民党甲民众党要拼520进前3读通过，调野立委爆发激烈的冲突。所位立委受伤，民进党新片杨削落头壳讲到头壳，区执委郭国文对议事道顶面直接削落，国民党吴宗宪也向送上救护车送医治疗。另外，立法院中外校学生组织抗议国民党甲民众党互相作业，民进党立委出面发布证词。不过，立法院长韩国瑜伫暗时继续主持议会，国民党甲民众党有人数优势，用野手表决，二读通过国情报告案，总统府立法院国情报告常态化，面对立委一问一答。国民党、民众党立委，我们坚持奋战到底，在种种的威胁恐吓声中，我们依然撑下来。今天终于迈开国会改革的第一步。霍坤基强调，面对执政党压力，国民党甲民众党团坚持奋战到底，行出国会改革头一步。民进党18开记者会反击，指控霍坤基黄国昌联手卖台，不满韩国瑜议事无中立，表决无公平。另外，备受争议的表示国会税也未通过，外界烦恼牵涉一般的民众。也来民众党黄国昌是澄清，已经函诉到政府的官员。就只剩口水而已啊！这个国会已经死掉了。韩国瑜，你要像个男人，不要躲在女人后面，你要出来面对。你现在在卖台，说什么香港话、中共人大话，那应该是柯建铭讲的吧？那允许官员到国会讲话说谎，不用负责任，对不起啊，那才叫中共人大话。其他像是立法院新增加调查权、甲听证会，联署同意权，表示国会决定要伫2月继续开会来审查，一定搁再发生激烈的议事攻防。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立委马文君带团考察太平岛，成员是包括国民党、民众党各党10个立委，再是为民党坐 C130运输机到太平岛。在距离台湾本岛1600公里以外，捍卫着我们的领土。守护着南海，这边其实情势变化万千，但是我们在后方在台湾绝对全力支持大家所以各位不用感到孤单，好不好？好。需要任何我们在立法院支持的地方，需要我们跑腿的，请尽量吩咐。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特别伫太平岛写批寄予准总统赖清德，内底是写中华民国拥抱太平，你我有责。考察团也是测证比的草案，阁有新起的码头。但是外界有人认为，这阵南海情势紧张，立委到太平岛时机是伤过敏感。外交部事前是对此表示尊重立委的职权。总统、副总统就职典礼就伫后礼拜一。准总统赖清德的就职演说各界关注，另外各款表演也互人真期待。今仔日下晡，左风车剧团彩排4站楼悬的后尾是真写人目。另外，今年是第一摆加入台语、客语、hip hop 的表演，代表台湾的多元文化。4站楼悬的后尾出现伫总统府头前空场，一出现大家就一直看，规身躯拢是蓝色的，灵感是来自客家的花布拿呢。七彩的马溜代表族群的融合，这是520总统、副总统就职典礼上主要的表演之一。左风车剧团带来客家亲子剧，经由串联3首客家的歌曲，展现台湾温柔坚定的力量。这个办得好像不错，很好。所以很期待说到时候礼拜一的时候一个正式的一个表演嘛。对，如果正式的话，还是这样子场面的话，应该没闹亏啊，一定会大家一定会觉得不错。
红利空就职典礼表演项目18时轮流彩排，其中焦点之一是族群强调嘻哈台湾，嘻哈歌手登上舞台用客语台语来演唱歌曲，和现场的气氛是真热烈。这是嘻哈音乐头一摆登上就职的典礼，也体现出台湾音乐多元的风格。像我的话，本身是这个海陆的这个客家人，那我觉得用我的自己的语言来创作，希望大家每个不管是客家人、原住民还是台语都好，就是能够为自己的文化感到骄傲，然后好好的去就是爱护它。跟往年的感觉很大的一个不一样。然后今天看到今天的音乐，我觉得也蛮特别的，对，加入一个台语的一个 rap， 我觉得很棒。北地下金曲奖最佳新人得主的伊利高路唔拿演唱，并且甲创剧场合作，结合现代舞蹈，民众看了到地拢真学乐。119要3军的各仪队、戏曲学院、特技团要继续彩排，为520迄天表演顺利做准备。记者综合报道。台军二支部花莲美仑营区在是树林台顶咧做灌安摩托工程，不过伫9点半左右，却传出应该放弃的意外。消防队派10台车、19个人员来救援，现场有2个人轻伤，4个人伤势较严重，拢送到病院治疗。美仑营区外原本开着的大门，随后关起来，会当看到关墙后壁有大型架。去较悬的所在看落去，远远有一座长咧兴建的树林台，也毋过外围型架明显倒去，外个起错。顶部的木板也规个起去。早起9点33分，消防队接到报案，有工人受困，紧急派出10车19人去抢救。都出来了吗？哎，都出来了，都出来了。这位工人虽然意识清晰，也毋过脚腿骨头受伤，救护人员赶紧就医，刚上探家紧急送医。很痛很痛。那也叫那个。然后我们到达后，有9名工人遭压伤，有4名比较严重，有压伤及挫伤，然后另外2名是轻伤。根据消防队指出，应架悬度大约3层楼悬，早起是咧进行树林台顶部灌浆工程时突然倒去。虽然工地外口搭着注意安全第一的标语，也毋过有缘不幸发生工安意外。后续将依法依约要求专案管理公司及营造商按治安法接受相关单位调查，以厘清造案责任，另持续要求合约厂商落实各项风险管控作为。4个人伤势较严重，2个人轻伤，分送花莲部立主治门路顶病院治疗。花莲县社会处也表示接到通报，会协助业主通报北区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受伤劳工必要协助。记者综合报道。昨早是8点外，有工人伫中华公路120公里左右的所在，发现有一台小气变到山壁下骹的轿车。经消息源伫车下骹发现一个查甫人的遗体，初步检判，这个人可能是国外过境前伫台中互家属通报失联现场的查甫人，目前正在调查当中。这名警消来到山区救援，17接到公务单的报案，伫中华路边的山崖下发现一台轿车。现在去现场查看。警方落去边坡看卖，这台白色车已经烧歹去啊！伫车下边找到一具遗体。警方研判，死者敢若是一个现场的查甫人，伫1个月前伫台中互出来的人通报失踪。好，慢一点啦，慢一点。遗体哪吊挂哪通知家属，确认死者的身份，正是台北线120.8公里的所在。车落去山崖边坡下面200公尺。虽然事发原因等待调查，也毋过死者家后3月27就报案。警方夜晡发现，这台车最后捌伫3月25经过合关派出所，那会过将近2个月，就才互施工人员来发现的。本所获报后加强搜寻，由于事故地点为易落时期，且常起物不易发现，近日碰巧与施工人员施工发现。警方讲，辖区拢有加强来搜查，只是事故地点较定落石起雾，若是要找到无遐简单。这种遗体找到啊，最上要紧的就是要来调查对家的人死亡真正原因。记者综合报道。加沙冲突严重，美国最近伫加沙海岸附近搭临时码头，最近顺利甲第一批物资送入去互包围的地区。另外，以色列最近伫国际法院辩论的时，是互民众化讲因咧讲白贼。
在真侪物件卡车也伫行，民众就着急冲进去，想要赶紧来领取这个保命物资。加沙地区互以色列军队围困个月，真侪人拢强要枵死啊！即阵由美国所起的临时的码头，将有伫加沙附近的海岸就位啊。有期这几天有500多吨来自欧美甲阿拉伯国家的物资，对海上建立这个围困的所在。Through the Humanitarian Maritime Corridor, USAID plans to provide initial contributions of more than 170 metric tons of nutrient-rich food bars to support 11,000 of the most vulnerable children and adults. Ready-to-use therapeutic foods to treat more than 7,200 cases of severe wasting in children. 南非是第3摆向联合国国际法院控告以色列种族灭绝，16就提出证据指出，以军的行动对一开始就拍算消灭巴勒斯坦人。伊方的律师是伫17个辩护中强烈否认这指控，搁再要求法官驳回撤军的要求。不过伫辩护过程中，向予一个人大话骗子。Israel today tried to draw a parallel reality which does not exist, and I think it is exposed in the sense that every international and relevant body have spoken against such claims. 而这时阵，以军并无停下行动，17向约旦河西岸铁岭的难民营发动空袭，造成一个武装分子死亡，也有8人受伤。另外，以色列军方是讲，部队找到3具互哈马斯掠去的人质的遗体，死亡人质已经有37人。去年10月，哈马斯掠走250多名以色列人，这以外有125人也无到倒来。公视新闻杨间编译。今年初大选，立法院国民党、民进党、民众党3党占大宗，小党大部分拢选无调。亲像以女性为主的小民参政欧巴桑联名，票数不够，分袂到不分区立委的席次，选举的保证金嘛摕袂倒来。不过因的名声是煞真响。公视台记台青春那个帮用暗7点半要带观众朋友来看这阵欧巴桑安怎做伙插政治。所以你说你们是要什么？2个cheese，2个cheese一个 Oreo。大家行好的鸡卵糕是彭公公，这卖鸡卵糕的收入是小民参政欧巴桑联名要筹备政党经费方式之一。这个成立7年的小政党，鼓励党员参与各项的选举，甲社会大众倡议儿童人权、亲子友善等等的议题。虽然选赢的机会无大，不过公民意识的力量推动因向前行。我们在做参选，带着3宝妈做这么多非常艰辛的事情。其实你带着小孩去面对这些事情，然后采取行动的过程，他们也会知道自己遇到不合理或不公义的事情之后，他们可以怎么去改变。2024年大选了后，小党无啥发挥的空间。小黑明虽然加做第5大党，不过关注度甲支持率还是无悬。为了提高能见度，党员除了经营线顶社群，嘛会举办见面会，希望用各种的方式，互因的理念会当互更较侪人熟悉，嘛争取到有同款理念的支持者来加入政党。但我希望有朝一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种平庸的背景出身的人，也是可以在政治上面崭露头角。小黑明是一个以草根女性组成的柔性政党，伊希望社会上对儿童人权的观念会当更较进步，透过生活实践甲倡导，希望大家拄到身心障碍囡仔的时阵，嘛会当友善互动。如果说我们的小天使有碰触到你，觉得不舒服的话，随时都可以跟我们工作伙伴说。我希望借由我带着孩子，我很大方，都要家己做起，我豆豆来影响，豆豆有机会，互台湾所有人看到讲，啊，咱若拄到这，咱有啥物方法，咱会使来甲伊相处互动。这群妈妈们，就是她们真的觉得我今天是带着我的孩子一起参与政治，所以我得帮我们的孩子把他们的需求跟他们声音，透过政治，再更大声的说给更多人听。我觉得这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由妈妈所组成的政党，引用柔性的力量向社会发声，讲出改善世界和平愿望。虽然台湾政治的结构是真恶突破。不过，因相信只要大人甲囡仔徛做伙，有心就会当证明人权的普世价值。记者洪条成、吴一修综合报道。今仔日甲明仔载是国中的会考，有超过19万的考生。今仔日考社会、数学、国文甲写作，前3科的难度适中。若讲到写作，学生爱针对各款网络文案甲标题设计，思考背后反映的现象。
回顾头一天，对早时8点半，实实在在考到下晡4点40。上线定场的社会科，这位受访的考生讲，比模拟课较简单。这次出的蛮简单的。那怎么说简单？就刚好都有看到。比较记忆型的题目。对，历史的比较多。教育部社会领域辅导团指出，今年社会科54题有多高条例甲回溯票才生活化，结合新闻时事题目。代表型的试题占的比率超过50%，继续重视跨考的整合加资料解读以及代表转译能力。虽然部分的一些试题呢题干稍微有一点长哈，但是文字量呢还是跟过去相当哈，所以学生在时间之内仍然是可以从容的来回答相关的一些问题哈。数学科出自生活情境的题目也袂少，便利答、文模解析度入题。数学领域辅导团讲，是单一数学知识的概念，需要计算的量较低，验过20题了后，需要清楚来深入理解数学的概念。以困难甲简单拄好为原则，国文考试题编排也是由浅到深。有考生感觉理音理形无困难，最后一题文言文较无好理解。文言文题数有点看不太懂，但是因为是自己的问题，没错。写作测验爱学生对网络国实文案甲文章标题、思考标题设计不要所反映的现象，老师认为袂歹发挥。记者综合报道。经济甲工业发展，海洋的塑胶本数是愈来愈多。嘉义县新港本教基金会邀请生态环境艺术家，展出用塑胶本数做的艺术品，思考海洋污染的问题。那个我是保育西龟成年的海龟的骨架去做的。艺术家向国小学生囡仔小解伊的作品，在每一项作品顶面拢有使用海洋也是海边的本数。艺术家希望观众透过伊的作品来了解甲反省台湾目前的海洋环境。海里的这海豚也好、青鱼也好、海龟也好吼，会有死亡吼，这是咱人类吼造成的所以这死亡的生物吼，我就来叫做新天使。这新天使吼集结伫咱的新港这25号仓库内底吼，就构成吼一间海神庙。除了海洋本数斗起来动物以外，艺术家佮主办单位新港文教基金会用前一站新港宗教活动桥档的本数来设计办道的道菜，要透过这个作品，让民众感受生活中塑胶本数对环境的破坏。原来这个本数一寡这废弃物呢，透过这个艺术家呢，当变成一个足好的这个对这环保的教育的这足好的题材。在生活上所用到的物件。希望大家尽量来节省，互伊这个会当污染的这个部分会当减少。这个展览会伫新港文化馆25号仓库展出到7月初。新港文教基金会表示，台湾的4颗位啊拢是海，希望互民众唔若知影海洋环境的重要，嘛来重视塑胶本数对环境的影响。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落尾明仔天气如何？咱来看各地头的详细天气资料。北部地区22度到30度，中部地区21度到32度，南部地区22度到32度，东部地区22度到29度，宜兰县有50%几率会落雨。高岛地区20度到28度。接下来是未来3天的天气状况。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的暗新闻。稍等呢，请继续收看《青春咱的梦》。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